继续来看这个行政院早起是召开着院会，院长苏贞昌做出着决定，要甲纾困特别条例甲特别预算实施的期限，为本地6月30延长到明年的6月30，他来因应着疫情上新的发展。这个预算规模嘛为本地大约4200亿，提高到经费的上限6300亿。那我们立法院通过的特别条例，它的期限是到今年6月30日止。我们这一次今天通过的这个修法，将时间延长1年，就是到明年的6月30日，并将特别条例里面的特别预算的总额的上限修正为最高6300亿。纾困特别条例即届的修正，甲时间延长1年到明年的6月30，总金额修正为上悬的6300亿。行政院后续嘛提出着追加特别预算，送请立法院来审议。